好，要介绍这一位呢，就是非常认真出席、非常认真刷卡服侍的小组长，这个赖三如。好，我们拍手来欢迎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这一次见证分享，想要告诉大家，认识上帝真的很幸福。我现在大四，然后过几个月就要毕业了。然后从刚上大学1年级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到高雄这个地方去念书这么远？我会觉得远是因为有一次我爸载我下去高雄的时候，他回程的时候他就自己哭了，然后结果我就打给我妈，我妈就说，因为爸爸觉得你到太原念书，他很想你。然后一直到最近，心里就涌现了很多感动。我很幸运，我在5、6年级的时候就来到迦南教会，也小而洗礼。可是上了国中之后，我就都没有再来了。但我心中一直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当我推甄上我现在这所技术学院的时候，我一直问上帝说：为什么这么远？为什么那么远？然后为什么都是我没有听过的学校？东方在哪里呀？我想，东方，对吧？然后我相信考大学、高中考大学的学生心里面应该都不会想说要离家太远吧。所以当时然后当时那时候我们广社科是第一次考数科。然后我以为我考得很差，就比照上一届，我以为我考得很差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不然就推甄那个东方。那时候有一个流行设计系，想说很流行嘛，想说就去好了，然后好像就念了，结果就连分发都没有想说要去填呢，结果我差不多分数的同学还上万人，我想说好无言。我想说，这所学校我知道，我听过啊，而且在北部我就想说，我怎么没有去填分发？我就这样子，我就到高雄去求学，然后那一年也是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年，就是升大学那一年。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重新认识上帝，会回到教会是因为我们家有一位刚上国中的国中生，赖子如。每个礼拜六他都自己搭公车来教会，然后结束还会自己搭回来。我也没有教过他怎么坐公车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坐。记得有一次是下雨天，我想说，不然我就骑车，骑车载他来教会好了。骑车带他来教会，结果在途中的时候，就因为那时候下雨天，我就发生车祸，然后那个膝盖都流血，然后流血，然后我赖入的那个小腿那边也全部都擦伤，有一点恐怖。然后他还坚持要来，我想说这什么地方让他那么热衷？然后有一次我就接受他邀请，因为他邀了很多次，他就说：“姐，你要不要来？”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来了，就那一次之后，我也回到教会，然后就回到还记得刚下南部念书的时候，我到晚上睡觉都害怕，因为宿舍就很多传言，就是有那种有的没的，然后我就把圣经，因为太害怕，我就放在床头，就有点安心，这样子就可以睡觉。然后有一次也是因为害怕睡不着，就想说就翻开圣经看一下，结果上帝就对我说：“你躺下，你必不惧怕；你躺卧，睡得香甜。”结果我就睡得很好，然后这也变成我第一次的见证。然后现在我已经不会害怕，因为我知道上帝一直与我同在。然后小儿洗礼之后就上了国中，然后我就没有再来了。所以对于国中跟高中的事情，我也记不太起来。我只知道家里好像很严格，所以我只记得
我一直在想说，我长大以后要变坏，因为太严格了，还想说要离家出走，20岁要离家出走好了。结果认识上帝以后，我常常看见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过得很幸福，也很充实。那个幸福跟充实是我没有办法言语形容，可能就是家庭关系很好，或是亲子关系之类的吧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这怎么办到的？之后我慢慢就参加一些营会跟夏令营啊、短宣，就也参与服事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赖之武在聊天，他就突然跟我说：“姐，要是你没有来教会，我真的不认识你耶。”然后明明就相处很久，他就说我不认识他。然后而且最近我妈也跟我说：“你还记得你上大学以前我们不太聊天吗？”然后我这几年当中，我才有想说，我好像变得很多，也变得很幸福。现在我和我的家人关系都变好了。然后有时候，很多事情也因为认识上帝之后就改变了很多。甚至有时候在阴暗的角落哭泣的时候，都会得到安慰。所以现在我已经不会问上帝说，你为什么要带我离家这么远去东方念书？因为我知道他在这4年当中为我准备足够的金钱，让我每个礼拜都能回到桃园做礼拜。然后对于当时刚信仰起步的我，能够更加认识他。到现在我能在这里见证，现在体悟他给我的爱是那么多。认识上帝是我一生最幸福、最富足的事，他给我都是我未曾想过的。我相信，我爱的上帝爱我，也一定很爱你。好，我们给这个很流行的三鲁啊，给他热烈掌声鼓励。谢谢他的见证分享啊。好，那我们也要给知鲁啊，给他掌声鼓励。知鲁在哪边？有啊，我有看到他。哦，是哦，他念完书回家了。好，我们也要给他鼓励。但是呢，等到他来的时候再给他鼓励。好，那真的我们要感谢上帝啊！好，因为他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或许你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好，出生就在教会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但是呢，上帝有一天会让你知道。好，但是有可能很多人是你从来没有在教会，但是当你来到教会之后，好，最重要的不是来这边看到谁很帅、谁很漂亮、音乐很好听，哇，这个气氛很好。最重要是认识那一位爱你的上帝。跟你旁边说，认识那一位爱你的上帝。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教会当中，好，特别在迦南教会当中，好，真的能够找到这位爱你、认识你的神。